Hello，大家晚上好，我係中山敏姐姐卡文啦。啱啱收到綠城江山和名嘅最新消息，聽日5月3號嘅10點鐘之後就可以預約參觀售樓部以及會所，但係交標同創意板房咧就仍未可以參觀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嚇，1號到7號係中山嘅勞動節假期嘅。咁如果過嚟中山嘅話咧，都非常之多人嘅。如果你係已經係動咗資，又或者係未睇過呢個樓盤嘅，咁我建議大家咧，盡量係安排喺7號之後嘅，避開呢一個人流嘅高峰去參觀㗎。咁開發商初步預計咧喺5月嘅16號先至開盤嘅，咁所以大家係有充足嘅時間嚟去參觀同埋做考慮嘅。咁喺呢度咧，敏姐姐亦都講翻綠城江山和名最新嘅一個動資情況嘅。第3棟119方嘅東南01號位咧就動資咗49個咁多啦，西南位02號位動資59個。嗱，林生，你呢個頂層單位咧，目前競爭唔係咁大嘅，而第2棟139方東南01號位46個，西南02號位15個。咁呢個西南位咧，亦都係我同阿大維同大家一直講嘅執樓位，就係呢個02嘅西南位嘅。而第5棟嘅179方東南嘅01號位，一共先係動資咗10個，西南嘅02號位亦都係動資咗10個嘅。咁喺呢個數據可以睇翻出咧，179方嘅單位咧係可以淡淡定下，出咗價之後再慢慢揀嘅。咁講完動資咧，我哋亦都要講翻就係話，對於已經動資咗嘅香港老友記咧，下一步要做好以下嘅準備嘅。嗱，咁由於佢哋到時開盤嘅話係預計係5月16號啦嚇，咁所以你要喺5月8號到16號咧，有時間係先開一張國內嘅電話卡同埋開好銀行卡嘅。咁開銀行卡咧，敏姐姐建議大家咧就係開4大銀行，譬如中行、建行、農行、工商銀行呢個4大銀行嘅。咁點解咧？因為喺開盤當日咧，你動資嘅金額咧會原路返回，又或者係直接係解凍你個帳戶上面嘅資金嘅。咁係需要由買家將呢個訂金5萬蚊轉入開發商嘅預售款專用帳戶嘅。咁你開完銀行卡之後咧，記得亦都同銀行講，我係喺5月份或者係即將嘅話，我會有一個大額嘅轉帳嘅，將嗰個轉帳額度提高翻佢。如果唔係嘅話，你個轉帳額度咧就係得3000或者5000蚊嘅。而第2點咧，開呢個銀行卡咧係亦都係為咗下一步做銀行按揭嚟去供樓嚟去做一個準備㗎嚇。咁如果你準備咗以上資料之後咧，就做好揀房嘅價格嘅預算嘅，高於乜嘢價格係你會放棄，又或者係改選一啲其他嘅樓層或者方向。咁最好咧就做一個3到5個嘅選擇嚇，諗得清楚啲咧，到時就唔會有一個衝動嘅決定嘅。咁敏姐姐咧，亦都喺呢度祝各位可以選得心水嘅靚盤嘅。開盤選購成功之後咧，就到咗簽約嘅步驟。咁大家可以截圖翻上面呢一個流程，去慢慢嚟去睇。如果睇得有唔明白嘅話，亦都可以後台揾敏姐姐或者大衛嚟去諮詢清楚嘅。咁喺呢度咧，重點講一下首期嘅匯款或者樓價嘅一個匯款嘅。開發商就已經開通咗直匯帳號嘅。咁如果你已經有足額嘅人民幣咧，到時認購成功，開發商會有一份叫做臨時契約啊，叫做認購書係俾到你嘅。你返香港嘅銀行填好匯款單，直接匯入開發商嘅預售款專用帳戶就可以啦。咁但係如果你未有足夠嘅人民幣咧，亦都唔使急住嚇，你亦都冇需要去兌換，因為認購之後咧，你可以憑認購書喺香港或者美國、加拿大等等嘅地方，以外幣嘅形式填好方結匯人民幣，直接入開發商嘅預售款專用帳戶就可以啦。如果唔識，亦都唔急下。如果唔識嘅話，到時我哋會一步一步去教你嘅。咁而第3個就係話，如果你已經有大陸嘅銀行卡，喺開盤交完訂金、交首期，你就直接將首期款或者樓款轉入開發商嘅預售款專用帳戶，
就可以啦嚇。咁喺選購之後咧，一般開發商係要求7日之內俾首期，又或者留款嘅。咁特殊情況咧，記得係提前講嘅。咁但係綠城江山和明呢一個樓盤咧，開發商係針對香港人，聽講係話匯款啊、簽約呢度咧係會相對嚟講個時間係會俾到充足嘅時間俾到大家嘅。咁另外，如果做按揭嘅朋友仔咧，喺落咗訂金，亦即係你選房成功之後，記得返香港嗰度第一時間就要準備好銀行按揭嘅資料 send 俾銀行去審批嘅。咁譬如上次我哋有個視頻都有好詳細講嘅，主要係糧單啦、稅單啦、銀行月結單啦、近半年嘅銀行流水等等嘅呢一啲嘅文件嘅。咁好多時候咧，咁大家對於國內嘅供樓唔係咁清楚啦。我喺呢度再補充一下，國內嘅供樓咧就係利率係3.0嘅，咁我就做咗2個嘅方案俾大家參考啦。第一個就係如果你嘅貸款金額係150萬，按20年嚟去供嘅話咧，月供8319蚊，呢一種叫做等額本息。第二種月供1萬蚊咧，就由高開始一個月減落去嘅，呢一種叫做等額嘅本金嘅。咁呢2種嘅話，首先等額本金同樣供20年係要俾45.19萬嘅利息。如果等額本息係要俾49.66萬嘅利息，咁亦即係話佢嘅利息只係相差4萬蚊。重點20年相差4萬蚊，所以大家咧就冇必要話一定要執着我要揀邊一個嘅。如果想輕鬆嘅就揀等額本息就 OK 啦。如果200萬按翻利率3.0嚟計嘅話，20年嘅月供等額本息就係11,092蚊一個月。如果用遞減，亦即係嗰個等額嘅本金咧，每個月咧係13,333蚊嘅。咁總共嘅利息咧，佢哋2個之間20年係相差6萬蚊嘅啫。咁所以就係到時你簽約或者銀行問到你點樣去選擇，你心目中有個數嘅。如果你想要具體知道你自己嘅貸款金額個利息相差幾多啊，或者選邊種好啊，咁到時候亦都可以後台揾翻敏姐姐，又或者係大衛去詳細諮詢嘅。咁啊，將所有嘅資料準備好之後嘅話咧，咁啊接住落嚟就下一步係叫做簽約啦。簽約呢度咧，我哋又叫做係網簽嘅。咁喺售樓部嘅現場，律師事務所嘅人會打一份草稿合同你睇過，冇問題。咁佢就會喺電腦嗰度將你嘅資料係上傳到去我哋國內嘅叫做國土局呢個網站，去幫你做一個網簽登記嘅。會做一個叫做網簽登記嘅手續，咁之後佢又再打返同樣嘅幾份合同，同埋一個叫做銀行嘅資料喺同一日內去完成嘅。咁喺簽約當日咧，我建議大家咧係帶上乾糧，又或者係食完飯之後再過翻嚟簽，因為肯定係會多人，同埋簽約嘅話，大家咧就係要預咗一個時間，係至少要2個鐘嘅一個時間嘅嚇。咁到時大家咧係要準備一個律師費啦。咁我而家大約咧就按1,800蚊呢個數嚟去俾大家嘅。如果係 full pay 嘅話，大約係1,000蚊左右嘅。咁不過呢個費用咧，開發商係未最終定到俾我哋嘅。咁我就按翻其他樓盤嘅一個價格咧，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先。咁喺呢度咧，亦都要重點講翻嘅，就係簽約嘅時候，所有嘅認購條款、補充協議，開發商係唔接受更改或者增加條款嘅，因為呢啲都係一個常規嘅條款，同埋係已經係送去國土局嚟去做一個備案登記嘅。咁所以大家咧喺參觀樣板房嘅時候，記緊係要睇下售樓部公示嘅文件下，包括所有嘅5證2書啊、不利因素等等，大家睇得細節啲。而且到時候售樓部嘅嗰個公示欄嗰度，亦都會有一個叫做我哋中山嘅叫做買賣合同係會公示出嚟。咁大家咧亦都可以提前係做好心理準備。呢啲條款呢啲條款我接受唔到啦，咁你就唔好轉訂金啦嚇。如果唔係嘅話，到時你一旦轉訂之後，你話我唔要嘅話，就基本上開發商就會殺你個訂嘅。咁喺呢度咧，文姐姐咧就特別要講清楚呢一樣嘢嘅。咁最後一點就係話，
六成江山和名咧係呢個樓盤嘅宣傳名嚟嘅，佢嘅備案名咧就叫做觀潮悅府嘅。咁所有嘅認購書啊、買賣合同啊，所有嘅文件咧都係觀潮悅府嘅。咁有啲朋友仔話：咁我到時我收信啊，或者係我寄快遞啊，咁我寫邊個名咧？咁我哋一般咧就會寫翻宣傳名六成江山和名呢個樓盤，再加翻你個棟號同埋房號嘅。咁但係你喺所有嘅燃氣公司啊、水電煤公司啊登記嘅話，都係叫做觀潮悅府嘅，包括你個房產證上面都係嘅。咁點解會有呢種情況咧？咁我哋國內會有分備案名同埋宣傳名嘅。咁至於點解會咁樣咧？我喺呢度咧就擺翻個解釋俾大家。咁大家咧就可以跟翻呢個解釋嚟去理解翻嘅。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睇翻呢一個文字嘅解釋嘅。今期節目咧，文姐姐就到呢度為止啦。咁喺呢度咧，同時亦都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五一勞動節。拜拜。